C-Smart 受限空間巡檢無人機，針對地盤一些如同管道、隧道等狹小受限的空間需要巡檢作業的需求，為保證工人在進入受限空間作業的安全，我們推出受限空間巡檢無人機解決方案。受限空間巡檢無人機由無人機、便攜式氣體檢測儀、機庫3個部分組成。工程師通過無人機機庫遠程操控無人機進行飛行巡檢作業。無人機直徑480毫米，搭載 4K 超高清攝像頭及便攜式氣體檢測儀，進入受限空間進行巡檢。通過平台的項目點雲模型，我們可以實時看到無人機的飛行進度。同時，搭載的便攜式氣體檢測儀實時採集回受限閉空間內的氧氣、一氧化碳、硫化氫、易燃氣體數據上傳 C-Smart 平台。密閉巡檢無人機無需無人機操作人員作業，工程師通過操作機庫可實現一對多操作多台無人機進行巡檢作業。巡檢完成當天輸出檢測報告，為受限空間作業安全保駕護航。